王祖藍笑言：我想我到70歲都未必能長到170公分。由祖藍、阮兆祥及李思捷組成的福祿壽日前到馬西亞舉行多福多祿多壽馬來西亞演唱會2025返場。雖然距離上次在當地開 show 只有僅16個月，但3位野王叫座力依然驚人，全場座無虛席。而當晚福壽一口氣模仿了13位巨星演出，氣氛高漲。期間王藍特別演唱新歌，又笑言沒想到女兒竟成為班最高的孩子，搞笑之餘亦散發無限父愛。三子虎長即獻唱一連串金曲，皆大歡喜。萬水千山總是世間始終你好，真的漢子和祝君好等。雖然距離次來馬開唱僅1年多，但他們依舊火力全開。為謝大馬的熱情粉絲，三子模仿了許冠傑、羅文、鄭秋曬、鄭伊健、譚詠麟、張學友、郭富城等，功力可謂盧純清。而早前曾發表結束10年婚姻之論的王祖，在席上再次表示，這16個月以來，我經歷了一件人大事，就是我的10年婚姻結束了。此言一出，嚇得全鴉雀無聲。隨後他補充說，因為我們的婚姻正式入第11年，觀眾才鬆了一口氣，現場歡呼聲不斷。新的阮兆祥與李思捷即連忙表示，你真的嚇死大了。有愛妻號之稱的王祖藍，席上也特別演唱了太太與女兒創作的新歌《宇宙之謎》。期間他還笑，沒想到自己女兒竟然成為班上最高的孩子。李亞男說他7歲時已經170公分了，我想我到70歲都未能長到170公分。此言一出令全場爆笑。而早前成功新的阮兆祥現場獻唱你把我灌醉和2把，他坦很開心能夠以歌手的身份站在台上，因為這是的初心所在，也希望藉此機會跟大家分享與回我入行以來的心聲。身為張國榮忠實粉絲的李捷，在今次大馬 show 特意演唱張國榮的5首經典曲串燒，他更身穿粉色閃亮西裝深情演唱，讓現場眾都投入其中。此外，去年由王祖藍、李思捷、阮兆主持的節目《福祿壽訓練學院》旨在發掘新一代扮野王，而這次馬來西亞演唱會上，3人亦帶了目中的學員梁珊珊及陳柏希同台演出。期間梁珊模仿張學友、譚詠麟、古巨基，無論是唱腔還是態都神似本尊。而陳柏希則模仿林峰、劉德華、譚麟、黎明及郭富城兩位新一代扮野王的實力不小覷。